喂喂喂，OK。
请咱掀开信息51首，信息51首。这条咱真熟，咱来吟第2节甲第3节。第2甲第3。现在，现在，现在，满心拢敬拜，免了高门尊严，洪天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密集我落敬尊，无暇感谢，因为上帝。第3节来，现在，现在，现在，众的多主宰，万民下举行，阿拉上帝主宾。现在，现在，现在。请咱阁掀开317首。317首的第3节，第3节的第一个，你若知到心要领，心要领，毋是心中领，吼，心要领。咱吟第3节甲第4节，来，你若知到心要领，我要免了你惊心，救主过了救我去，黑面只是贪多里，难怪撒娇。难怪伊撒娇，难怪伊撒娇，求星星来帮助。这条咱嘛真熟，这时咱来掀开启应文，启应文第4篇，咱今仔日交读的所在，咱来看为顶悬算来1、2、3、4。第10节，第10，我的嘴唇若毋提起因的名，若毋提起因的名，毋是无提起。我的嘴唇若毋提起因的名，吼，好。以上咱历史到这，请咱准备咱的心，做今仔日的敬拜。
着我靠上主来做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着因为上主来欢喜，伊会满足你的心愿。着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我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会众起立来吟。圣哉，圣哉，圣哉！咱由原兄弟来讲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着安来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是第诗篇第16篇，我来启，咱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人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因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落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候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
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三角来祈祷，伫阮生命中做主做王，搁听阮的上帝，伫即个新的主日，阮来到圣殿敬拜你。求你，互阮的心有好的陪伴，亲像诗人的祈祷讲：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感谢上帝听阮世间人，甚至牺牲圣囝耶稣基督，因是你价顶的保费赎回阮的罪，互阮无限的疼。主啊，阮是你竞选作为至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你荣耀的子民。感谢主，互阮时常领受着你活命美娘，对你得到智慧的源头。啉着甘甜的水泉，浸流伫阮的心，并且享受着属天丰盛的产业。主耶稣讲，你的日子安怎，你的快乐嘛要安怎？求主教示阮，学习伫生活中来感恩。若无经过上帝允准，你的一粒一支塔门嘛袂落伫涂骹。亲像七鸟跋落伫地，伊嘛看过珍惜，何况是咱人呢？求主，互阮伫每一项事经历了你背后看捌水的旨意，还是保罗伫受关家中游玩唱歌学了主。有时咱身躯一支刺，是要互咱搁较谦卑来倚靠主。帮助阮伫生活中所拄着艰难困苦。身躯白疼，人际关系的压力，会晓用感恩的心来顺服。咱的确会为对信心的引传中得到头棒。主会互咱的忧愁变做喜乐的衫，咱的目屎成做秋天的雨，填满全国。特别上帝，阮感谢阮生活伫建成的大家庭，兄弟姊妹。和睦做伙是河顶的甘甜，河顶的水。明仔载要安怎，咱交伫主的手中。未来日子，阮决志一世人跟地主，这是阮一生同美好的选择甲祝福。今仔日是圣餐日，阮要甲主同坐倒，感谢你牺牲的疼。阮要伫每一摆的圣餐中纪念主的救恩，反省认罪，存着愿望，听候你的过来。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学了圣歌队今日要用，这是咱了解上帝的所在来献诗。
圣经记载伫历代志上卷28章第4节甲第10节。历代志上卷28章第4节甲第10节，酒杯后壁咱嘛会当看到，三角来读。毋过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伫我的爸全家敬我做以色列王，直到永远。因为伊敬犹大做首领，伫犹大的支派中敬我爸的道，伫我的爸的正囝中欢喜我，设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赏赐我做囝，伫我囝的中间敬我的囝所罗门，伫耶和华的国坐位，治理以色列。伊阁对我讲：你的囝所罗门要起我的殿，我的院，因为我敬伊做我的囝，我也要做伊的爸。伊若久长尊趁我的诫命法度，亲像今仔日，我就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但伫耶和华的会，以色列众人的面前，阮的上帝也听见，恁着查考恁的上帝。耶和华的诫命来接受伊，安尼恁通享受即个好的地，留互恁后代的子孙永远做业。我的囝所罗门啊，你着认捌你的爸的上帝，信实心欢喜服侍伊，因为耶和华监察众人的心，知拢总的心思念头。你若找伊，伊要互你拄着；你若放杀伊，伊要永远拒绝你。你着谨慎，因为耶和华经你起厝做圣所，你着勇敢去做。今仔日二节牧师要甲咱正道的题目是选择决定未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弟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二十字架顶的牺牲，互阮有搁一遍长头生的机会。愿主你信心的话，安慰扶持阮在座的兄弟姊妹，互阮无论阮现在拄着甚物艰难困苦的代志，但是阮知影，当阮也条主耶稣，你就要带阮离开迄个黑暗，较惊吓，迄个暗网来跑走。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人的一生随时拢咧做选择，有时是为了家己来做选择，有时是为了别人。不管咱过去的选择是毋是真谨慎、很谨慎、三思而后行的选择，还是咱讲意气用事，还是有真侪是逼不得已的选择。如今现在，咱拢咧承担过去咱的选择，因为咱拢知影，现在的选择决定咱的未来。所以每一个时阵要选择的时阵，其实是真困难，但选择阁是非常的重要。意思讲，如今咱会变成这款的活在，咱这款的生命，咱这款的人生。甚至咱已经离教会出去真久的时间，咱对这个信仰的日程是多，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日程愈来愈少。人因为罪性的缘故，你选择的迄个下面，那个选择的当下，咱一定是选择对咱家己较有利的部分，这是人之常情。但所谓当局者迷。
所以会变成如生的性命的境况。你是忧愁、无安定，对未来失去希望、无安全感，那你在怨叹别人吗？其实是无道理的。顶个月以前牧师登去金门看爸爸妈妈，顺便参加阮遐一个初中国中40年毕业40年的同学会。较早因的同学会拢是每一年拢有咧召开，拢是差不多过年的时间。过年的时间牧师无法度转去。阮因为拢是一个迄个小岛阮是小金门那个小岛做伙生活的。阮有特别的咱讲革命情感啦，阮有个同学一出世就是住隔壁，同一村的安尼大汉，打骂佚佗拢做伙。阮迄阵人口人真多阮一班一班有4班，阮有4班忠孝仁爱，4班有168个。安尼请问一班有几个？来，潘哥。潘哥，你看潘哥那数学老师，你看阮这边有将近一半的人对台湾全世界所在登去参加，因为40年，咱知影40年毋是一个真短的时间。阮有个同学，我对初中毕业到前，我都毋捌看过伊啊。是这几啊年来有什么 FB 对毋对？当见面的时阵大家话题拢改变啊。大概体型变化都很大拢变大猪大婶。还有几下个我拢问隔壁的同学那个女生是谁那个女同学是谁？因为我看的相片照片无同款，因为咱现在照片好像都美肌嘛，而且照片片很大。那个是某某人那你看我看的照片差这么多经过40年，每一个人的境遇真无同款，甚至咱来讲天较地，东较西会遮差。牧师毋是咧比较阮遮的同学，我是咧强调选择。阮记得有同学因想要走捷径，一步登天，反转摔落谷底。我有甲大家分享阮高中有同学有人抢印钞车哟，抢印钞车，咱在座有人抢过印钞车，恁同学有人抢过印钞车，阮同学有抢过印钞车，嘛有乌道的有嘛有人选择按部就班操练吞论，即摆做将军的，阮同学内底嘛人做将军，还有法官。如果咱的人生的选择是遮尔重要，何况咱信仰的选择，毋是加倍会重要吗？因为信仰甲咱的灵命有关，性命甲咱的永生有关。兄弟姊妹，过去已经过去啊，现在你我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情人节也过了，父亲节也过了，迄拢过去啊。现在咱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凡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甲台北王伫信仰的顶面，咱做一摆的选择。咱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60到第70。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第60到第70。昨下晡圣歌队甲妇女团契联合志梅牧师有玩了一个出了一个游戏游戏就是猜人名比手画脚所以咱就知影看圣经非常的重要昨天的题目都从这边考出来的然后咱做伙来读第60到第70来请。伊阁对我讲：“你的囝所罗门要起我的殿，我会用，因为我敬伊做我的囝，我也要做伊的爸。伊若久长吞叹我的诫命法度，亲像今仔日。”我就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咱知影，台北王一生充满多的坎坷，起起落落。
对小小的那个牧童打败巨人歌利亚，一战成名，受上帝拣选，却遭所罗王的对待。所罗王制度伊常常过着四过美的日子，甚至后来连伊的后生亚沙龙嘛要对待。咱咧看大卫的人生嘛是真悲哀啦。大卫嘛有真多软弱，伊犯罪。第一，伊抢人的某；第二，大卫嘛骄傲，算小伊军队的人数。但以上的错误，当上帝派使者来提醒伊的时阵，大卫马上做出伊的选择。什么选择？悔改认罪。悔改认罪。大卫用一生真正，伊上大愿望就是要为了上帝来起圣殿。经文第28章第20，咱今日无读到第28章第20，无书来读。大卫就徛起来对众人讲：我的兄弟啊，我的百姓啊，恁着听我的话。我的心，大卫用我的心，本想要为着耶和华起圣殿。但是咱知影，上帝无允准大卫起圣殿。大卫要起圣殿，需要一切拢备办好啊。但是如今呢，计划破灭，到手的鸭子怎么飞了？我唔知影你是大卫，你会做出什么选择？大卫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个，我坚持着要起圣殿，我无要听上帝话，我坚持要起圣殿，因为这是非常严格的代志，我一世人就是为了要备办这个。第二，但是大卫选择第二条路，以顺服上帝的旨意，将起圣殿的任务交予伊的囝儿所罗门王。成功必不在我。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咱毋是今仔较早，咱看现在嘛是同款。真侪人为了权力、地位、名声的关系，毋是今仔朋友、兄弟姊妹相杀，纷争嘛侪会发生。咱培养咱的信仰的路程嘛，常常有你需要选择的时阵。请问，当咱伫工作上的时阵，咱伫家庭的时阵，咱伫教会服侍中的时阵，需要选择的时阵，咱是照家己的欲望，看重家己的需要来选择。当兄弟姊妹当一同工邀请你来服侍的时阵，等我有闲的时阵，等我退休的时阵，我才来服侍。还是你是感觉这个位置无我袂使，教会无我某某人袂使，还是咱会限制咱家己体贴上帝的心意，顺从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上帝啊，我伫遮，你来找见我。我愿意顺从你对我的安排。咱无数知影这是艰难的选择，但是大卫王伊无行所罗王的路。咱知影，咱也有看阿里代志，知影所罗王伊为了私欲，伊干犯了上帝。所罗王互目睭看到的所吸引，参心欲望，伊唔知影。伊暂时看到，无代表是代志的全部。代表王愿意遵从上帝改变法度，限制家己的欲望，限制家己的需要。因为行到人生路尾，代表王伊亲身体验明白这项代志。上帝的主权超过一切。为什么伊有法度知影上帝主权超过一切？咱看列王记的代志，咱知影。有偌多的战役，多少的战役，大卫出生入死，当伊倚靠上帝的时阵，伊就拍赢；但是当伊离开上帝的时阵，感觉伊稳赢的时阵，无求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好失败。
就拿出埃及33章19节讲的，上帝讲：我要恩待什么人，我就恩待什么人；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咱搁做伙来看今仔日另外一段经文，第40到第50节。第40到第50节，咱周报表面吼，咱做伙来读来请。我的爸全家敬我做以色列王，直到永远，因为伊敬犹大做首领，伫犹大的支派中敬我的爸的家，伫我的爸的正囝中欢喜我，设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赏赐我侪囝，伫我的囝的中间敬我的囝所罗门伫耶和华的国座位，伫你以色列永无改变坚定的爱。当上帝亲自竞选所罗门王来起造圣殿，圣经中的竞选有选择的意思。第40到第50节讲啦，上帝伫万人的中间竞选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伊的囝儿。伫以色列中间选着犹大这个支派，伫犹大这个支派中选着了啥？大卫。咱都要读圣经讲，大卫有做的囝儿，但是上帝伫大卫的正囝儿中选择了所罗门王。兄弟姊妹，有时咱咧看上帝竞选会袂了解，上帝哪会竞选即款弱小的人？迄是因为咱用人有限的角度咧看，咱当然嘛看袂清楚。上帝计划超过咱人想的高。伊无需来做例，阮伫迄个小岛，阮有5个村，每一个村拢一个共一个姓的。阮迄姓林氏家族，人嘛袂少哦。无须无比阮迄个大家族内底的人较优秀。由人的角度来看，无须也无做将军，也无做法官，也毋是成功的企业家，没有功成名就。但是上帝要竞选我，成做基督徒。阮兄弟姊妹内底，我受竞选成做基督徒，搁成做牧师。兄弟姊妹，上帝比咱较了解咱家己，上帝看重咱，上帝要互咱过丰盛的生命。上帝伫万人中拣选大卫，上帝嘛伫万人中拣选咱，呼召咱。新约翰福音15章16节嘛安尼讲，毋是你经我。上帝讲是我经你，是上帝经咱来到教会，也是安尼看，人只有用顺服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甲拣选。伫信仰的旅程，顺服这项代志嘛是一种选择的。咱10月份就要来改选中职。嘛，有个人互选落执事用，我无爱做，我无爱就任。团契会长互选着，我无爱做。所以顺服嘛是一种选择。今仔日的经文第8节，代表王爱正8时所选择。咱做伙来读第8节，第8节的经文。来，请当伫耶和华的会。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咱的上帝若听见，恁就查考恁的上帝耶和华的诫命，来接受伊，安尼恁通享受这个好的地，留互恁后代子孙永远做业。接续第9节嘛是大卫王爱所罗门王做选择，咱做伙来读来第9节来，请我的囝所罗门王啊！你着明白你的爸的上帝，心是心欢喜服侍伊，因为耶和华监察众人的心，在拢总的心思念头，
你若找伊，伊要互你拄着；你若放杀伊，伊要永远拒绝你。你若找伊，伊要互你拄着。这互咱家己选择，你要超越上帝无？你若无爱的时阵，你放杀上帝，上帝嘛永远拒绝你。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对上帝忠心是需要咱一生谨慎坚持落去的，的确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所罗门王接受大卫的接力棒，去做非常水，因爸爸拢也准备材料，拢也准备好。真侪外面的牧者，同工也来咱建成教会来拜访两个牧师时，阮带因来看咱的礼拜堂的时，大家第一遍你会看到是哇！伊毋知咱的外口看咱的礼拜堂起来是遮哩，很庄严，我感觉有真敬畏的心。所罗门王起的圣殿非常的华丽，伊嘛互以色列的。咱讲以色列的国势，伊的国来到一个坎站，但是真可惜，我们说爬得越高，等咱无小心、无注意的时阵，我们就掉得越深啊！伊人生的路尾，伊受引诱去拜其他的偶像，伊的信仰渐渐失落去，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分做两个国家。兄弟姊妹，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代志。那好像就几十年前，咱听讲苏联突然解体这个代志时，我们很吓一跳。咱若突然对一天听到这摆世界的某几个大国突然分裂，我们会吓一跳。所罗门这嘛是同款，一个国家这个高峰的时候，突然变两个国家。遮紧遮大，这互咱有一个什么提醒？咱人毋通靠势。我感觉台语讲这个真好。咱人真正毋通靠势，靠势用你即摆有偌济怎样，要倒去，一天就倒去。无什么代志是永远的。上帝对大卫的家的应允袂改变。但是大卫的子孙只有接着顺服，顺服才有法度摕到这个应允，伊的国位受坚固，直到永远。换一句话来讲，当大卫的子孙无顺服的时阵，离开上帝的时阵，上帝除了也管教，上帝嘛兴起其他愿意顺服的子孙来接受这个国位，这嘛是对咱真大的提醒。当上帝要呼召你的时阵，你拒绝，上帝会搬过你来竞选其他的兄弟姊妹，来服侍伊的教会，来完成伊的计划。但是咱知影，咱人拢无完全。咱人的确嘛会失错，咱人嘛会软弱，直到咱常常选择毋对的所在。但是咱感谢上帝，愿意互世间人有改过换新的机会。守属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人，互耶稣基督因为伫十字架顶，知影咱的痛苦。耶稣流的宝血来洗清咱一切的罪，国外耶稣带予咱有永远的盼望。各位兄弟，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世间人的救主。耶稣一生予咱学习到，伊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耶稣伫世间的款式，互历代正信徒合适的模范。经文讲到，你若摕伊，伊要互你拄着；你若放杀伊，伊要永远拒绝你。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上帝，他必永远丢弃你。耶稣选择伊无为了家己，伊愿意遵从上帝旨意，限制家己
想要做这个，想要做迄个。耶稣成就上帝拯救世间的计划。咱来看最后今仔日的经文第10节，第10节来请，你着谨慎，因为耶和华经你起厝做新手，你着勇敢去做。各位兄弟，离信仰的路程，咱渐渐应该有了解。无进步，一定会退步。较早人讲，几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我毋知影你毋知偌久无读圣经啊？当你无读圣经的时阵，你无逐日读圣经的时阵，其实你的灵命直直你退不上。无所谓啦，我们拢嘛有参加一寡活动，逐项拢有参加哦，奉献，然后有个礼拜。无进步就是退步，信仰没有退休金，活得越久领得越多，没有这回事。不是你信久的时间，你的年岁大就较明白上帝。不是咱信仰久，咱的性命就会自然而然的提悬，无这好康的。不是有的公司行号，你占个位置，你等个退休，时间到你就会升官。信用不是安尼。昨昏有真侪兄弟姊妹3点多起来看奥运咱很开心咱昨昏有一个拳击的金牌。当咱咧关心奥运时，咱看在奥运的选手因你私底下为了在信仰这边因不断的操练因的技术、甲伊的体能、甲伊的心智。当外在真侪人咧攻击的时阵，咱讲这个金牌这个林玉婷很多人在攻击的时阵，我早起有时候看者样伊知影真全世界你也攻击。这个时阵他关闭 FB， 关闭整个社群网络，伊专心地意来准备，专心地来了解这个对手。兄弟姊妹，现今这个世界对咱有真多的交叉，真多的交叉。你对咱讲话，我们要关闭，要专心地操练。咱拢是上帝伫万人中间来竞选咱，要去做咱这个属灵的圣殿。咱这个圣殿去做如何完全抄伫你的心上啊，你的选择，唔是牧师嘛唔是长老，嘛唔是执事，嘛唔是团契会长。特别鼓励所罗门王需要谨慎，并且呢，刚强壮胆，头前行。这信仰嘛爱刚强的，咱有勇敢无？咱有勇敢、刚强来阻挡这个世界对咱的引诱甲伤害无？咱在咱讲一个话，咱就跋倒去，咱就无爱来教会，还是咱人知影咱就离开这教会。有人讲伊无法度信来教会信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真多的限制。为什么一定要逐礼拜去参加礼拜、参加团契、参加服侍，还爱搁奉献呢？甚至教会搁鼓励人爱参加社会服务，离你服务的所在诚做光、诚做严。礼拜拢袂使走去去佚佗的，你感觉呢？现在咱的选择决定咱的未来。甚至现在咱的选择决定建成教会的未来啊！咱知影，咱即摆咱以咱长老教会来讲，咱台北中会来讲，有真多的教会，强要1/3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拢是40个人以下。所以咱即摆咱的选择，咱做每一项的决定的代志，影响毋是仅咱，
影响咱建成教会。上帝对咱的限制，对咱有真多，即我所讲的咱个限制，还是爱限制咱爱去做，是要帮助咱，甲伊有亲密的关系。咱每一工，咱为了咱的工作，咱的未来，咱有真多的学习，真多的计划。但是咱为了咱的信仰，咱的灵命，咱有志意无？上帝是要帮助咱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咱看是上帝咧限制咱，袂来做迄个，袂来做迄个。其实上帝是咧帮助咱，因为咱有限的咱看啦，就是有限嘛。我们常常会选择不对。我们常常选择会错误的路，等下咱来后悔。我想，阮那同学应该这边他一等去，一毛来参加。哦，抢印钞车好像没有关几年就出来了啦。他好像中间没有死人哈，其实就不会关太久。嘛是参与来你开讲，谈话中伊有淡薄后悔，都会后悔。反正当咱会选择唔对，反正当咱的身心灵拢属于上帝的时阵，因为上帝是宽阔的上帝，迄时咱会变透明佮自由啊！我感觉做基督徒，你也知啊，咱会感觉做基督徒有真侪自由，咱袂互真侪外在的物件，咱限制掉。咱知影，即摆是农历7月。真侪咱的未信主的兄弟姊妹，因互这农历7月限制掉，有真侪的忌讳。因为当咱毋是属于有限的咱的时阵，咱就是分别罪性归乎上帝。也是安尼，对这点开始，咱会经历全新的新的生命。咱会真正明白，上帝你对我某某人，我的呼召，我的使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我们的生命不会再随波逐流。我们对未来的目标，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啊！兄弟姊妹，当咱选择，咱要守上帝的诫命，选择要倚靠基督耶稣对咱的救赎。咱选择要互信心，每一天引带咱头前的路的时阵，咱每一天，咱的未来会行向上帝为咱备办丰盛迄个水迦南的所在。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你。知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思意念，你也知影，阮毋是伫即个社会，互人看是上好、上优秀的人。但是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永远伫万人中间，你来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兄弟姊妹，当咱受竞选，咱就是成做是尊贵的祭司。咱的性命阁无共款，咱有目标，咱会咧参世界人共款，享受上帝这个创造的世界。但是咱嘛是有一个爱用咱顺服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甲使命。咱来为了教会，为了上帝的国度，咱得以来跑走，来努力，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317首，你若欠客真失望，咱会将起立来吟。你若欠客真失望，我就真难来报答，求主看了就满意，偏偏真是爱不离。
请坐。这时，咱来准备来守主的圣餐。伫开始进行，咱来做伙来吟诗、信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来属伫伊教会陪传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若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扫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服务的迄暝，有提饼作声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昔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服务迄暝有提饼作谢，所以咱即时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识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是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
你就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请服侍下顶。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正呢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啊，旁杯讲，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昔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
有人无摕到的无？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会死日的。既然啉的时，就安尼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的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咧，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福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奉献，咱请服侍同工。手背。
咱请会众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吼。我的这份献予你，因主龙潭你旨。请坐。咱即马要进行公道吼，那咱来看周报，咱周报咱有记载伫咱教会的公道的事项，咱对今日牧师的讲道，咱来感谢上帝，咱伫万难中间拣选咱，愿咱用敬虔甲顺服的心来回应。伫礼拜甲团契生活中去做信仰，为着基体王兰姐、甘基姐、德明兄、邱敏兄、邱敏姐、保育姐、丽水兄、湘瑶兄、清官兄、淑珍姐、丽慧姐、盛雄兄、义梅姐、杜娇、秀良姐、张美姐、素女姐、以诺小朋友、惠中兄、佩莲姐、红龙兄、雅娜姐、怡君、志坚、文成最近的中期我们为因来祈祷。咱教会例行的事工，尤其暑假有儿童的甲青少年宴会筹备，阁有咱即马的青囡仔因来参与的学生会当来认捌上帝，来祈祷。那过咱嘛为着咱迄个凯米洪灾所造成公共建设的损坏财情产业来恢复，咱来为这来祈祷。所以咱即时，咱兄弟姊妹为了公道这事项三体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上帝，主你是阮的保障，主你做阮坚固照伴，主阮教会的逐项事，特别是阮会当伫敬愿中得到主的拣选。主耶稣，求你互阮听你的祈祷声，你讲你若照你敬察阮的心，阮若祈求你，你就会互阮知道，这是你主你知影阮的心思源头，主阮愿意伫即中间来主你保守，看顾扶持，互阮的兄弟姊妹软正欠缺，你拢会当保守教会的兄弟姊妹，特别青少年的时间，因所要做，因所要进行的，主你拢赐好的天气，赐好的同工，赐好的环境，互因逐项所做一切拢顺遂。主耶稣，你是阮的保障，是阮的上帝，是阮人类的盼望。阮安尼来感谢基督。我已经决定要跟缀耶稣。耶稣是人类的盼望，是我的大牧者，是我至好的朋友，是我挚爱的阿爸爸。因为天离开地遐尔悬，伊的挚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大。主讲，你若常常踮伫我内面，我嘛要踮伫你内面。既然你所欢喜愿意的，的确甲你成全。今仔日上帝话阁讲，耶和华监察正人的心，知人拢总的心思念头。你若找伊，伊要互你拄着。咱的上帝是通学落的，伊袂捌提示咱的祈祷，伊也袂捌互恁的挚爱离开咱。
即时咱阁为着教会的机体的软正判边祈祷，为着暑假的时间，主日学甲青少年营会的筹备以及进行来祈祷，为着奥运带来世界各族民族共同的荣耀甲和谐，为着性别公义甲尊严，为着中东片面的战争甲和平，咱拢要同心来祈祷，求主你压落来听。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咱来看周报。咱后礼拜8月18的书风，每一个人所有服侍的，咱来注意，也来备办心。教会消息，今仔日咱是举行纪念度第400的圣礼典，感谢耶稣基督牺牲成全的听，互咱会当甲主同坐倒，来享受伊伫地那伫天里的即种的恩赦。咱今仔日特别注意，就是咱今仔日主日的奉献，就是圣餐的奉献，咱要做即个开米、洪灾、水灾的赈灾来所用。第二项小会要报告，咱所听的为信仰为长老，因为伊个人的因素，让小会请假到伊的任期结束。咱任期即届是到年底吼，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咱的教育部部长柯立关长老，伊爱兼任礼拜部部长。咱余宗勤执事爱担任总务部部长，互咱的教会时间会当顺利进行。所以，另外为9月初1开始，咱要任命迄个刘佑豪执事来做主日学的校长。以上这是小会甲咱兄弟姊妹报告。第3，8月12甲16，咱的干事英英伊有安排年休，所以教会无对外开放咱的礼拜中间的团契拢照常。然后要甲教会办理公务，咱会当甲牧师先来联络。团契消息，8月17甲18拜六礼拜，咱就是青少年因的营会，地点伫新店咱的2个牧师会做伙来前往。第2，8月23拜5 10点上年团契，咱主理是二节牧师。第3，8月25，儿童主日学就是举办一个叫做夏日派对因地点伫桃园的好时节农场。这以上咱的这个团契的时间甲夏令营的活动。那下骹奉献面细，咱家己来详细看，然后订单甲咱的过价提出订正。上营信息第516首，即时礼拜堂要煞，咱会众起立来吟。即时礼拜堂要煞，大家饮食通是煞，心肝伤伤三高。
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把对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会众请坐。咱今日白到遮，楼口有爱餐，请咱会当来享用。